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粿做公益，大事喜有三九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来看咱拜五分享的学中医1920。即版是加码的学中医，顺利开出20的。恭喜有对着的朋友！今仔日是5月31，拜六，有几套班咯，要分享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学中医，咱对3月12开始，三的第5期，下一期，第3期的尾数，7尾加8，5尾用0525下2期即2开25的。4月初7，三的第5期，下一期，第3期的尾数8尾加8，6尾用0626下2期即2开26的。4月14，三的第5期，下一期，第3期的尾数6尾加8，4尾用0424下2期即2开24的。4月23，三的第5期，下一期，第3期的尾数5尾加3，歹势5尾加8，3尾用0323下2期即2开23的。5月初8，三的第5期，下一期，第3期的尾数9尾加8，7尾用0727下2期即2开27的。5月28，三的第5期，下一期，第3期的尾数8尾加8，6尾用0626下2期即2。这个是5月31，拜六要用的0626。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加码的学中医，咱对5月初6开始，3期一届，即2、3，即2、3，互固定3期一届。第5期39减2514减1326，1426下7期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开一竖的。34减25空9减13 21空9 21的7支，1、2、3，开空9的。29减25空4减13 16空4 16的7支，1、2、3，开16个。39减25一4减13 16减13 26，歹势，1、4、26的7支，1、2、3，开一竖的。38减25 13减13 25 13 25的7支，1、2、3，开13个。32减25空7减13 19空7 19的7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这个是5月31拜六要用的空7 19。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摆嘛是正嘛的学中医。咱对4月14开始8期一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吼，固定8期一届。第二期1空加17 27加19 29 27 29的1期，开27个。16加17 33加19 35 33 35的1期，开35个。12加17 29加19 31 29 31的1期，开31个。1空加17 27加19 29 27 29的1期，开29个。16加17 33加19 35 33 35的1期，开35个。
20加17、37加19、39、37、39下一期。这个是5月31拜六要用的。37、39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咯，分享各位朋友下摆做参考。爱记看煞，爱甲大四喜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